彰化市有一台轿车驶经过彰化路中的时阵失控，为对面病院的门条甲整落，敢若差10秒就会弄到过路的女老师。乌鷅轿车敢若已经失控，伊愈驶愈偏，最后直接去弄到路边病院的条啊，规台车才停落来。伫10秒钟前，有一个女性行过地下骹，伊是彰化路中的老师，险险啊，互这台车弄到。车祸现场，这台乌鷅轿车弄干咧咪咪冒冒，弄得咧真正烂，连安全气囊都拢崩溃。车祸发生伫彰化市光复路甲永福街口，昨下晡点元。驶车的53岁姓史的查某人，敢若是操作无细致去弄到病院的条啊。病院对面就是彰化路中的校门口，互真侪人惊到。有些人开车、骑车就是现在是不是不知道走神的状况这么严重？那你看着会不会毛毛的？会了，老师做都还要看，然后跟小朋友也要这样教。伫学校的附近又发生轿车自动的车祸，附近有真侪人讲，即马过车路拢唔敢过看手机啊，会详细看正面甲倒边的路况。吊水驾驶加载还佫载人，无啥要紧。因操作不慎而自撞一旁的顺安医院门柱，所幸现场仅驾驶一人身体差挫伤。警方伫现场进行酒测，这个姓史的驾驶无啉酒，不过驶车操作无细致，家己去弄到路边病院的条啊，地点倒伫学校的门口。加在即摆无去弄到其他的过路人，不过已经有边的家长甲囡仔拢着惊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